各位，瞓醒又新嘅一年啦。係啊，新年快樂！今就話想以一個全新嘅面目去見大家。冇錯，係會比之前更加藝術添嘅。噔噔，咩事啊？啊？咩嘢咧？哦，正所謂去舊迎新啊嘛。嚇？講咩東東啊？我唔知啊。哦，sorry。咁大個台又冇遮冇掩，對演員嚟講真係個好大嘅挑戰。唯有就係靠自己。嗯。哦。一個演員一個吉台咁先係最大嘅考驗啊！但係唔係個個都會 enjoy 㗎咯。我覺得佢會喎。喂，邊有咁多個你㗎？哎呀，你乜窒頭窒勢咧？吹啦老嘢！嚟啦，吹！演戲如果只係關於眼神、聲線、對白、走位，我諗潘燦良嘅舞台生涯應該會易過好多。想演好角色，難就難在你要同時誠實咁面對自己。偏偏阿燦就係怕難。我記得有個老師，胡俊輝老師，佢喺我做咗好多年演員之後，佢曾經有一次講過一句説話：演員其實係一種好孤獨嘅工作嚟㗎。當時我聽嘅時候，突然之間好似俾佢提醒咗，係喎。我要做一個角色，同我自身有一啲距離嘅。我哋成個排練時間過咗一半又多，仲係掌握個角色掌握唔好。對手啊，秋生佢其實不斷提點㗎，但係硬係做嚟做去都做唔到㗎咁。你可能有一啲難關，你自己面對嘅時候，你會覺得我呢一刻我面對唔到，我會放棄，我會選擇放棄。咁係有時會難受嘅。毛 Sir 係導演咧，佢突然間話：阿燦，你呢個角色淨係用你平時做開嘅方法做咧，唔得嘅。俾佢咁樣講完之後，我就自己去諗，不如試下，如果呢個角色係哨牙嘅會點樣啊？秋生一睇到之後，佢話：喂，得喎，你呢個咁樣幾好喎。然後佢就提我，佢話：喂，你試下將把聲調高少少啊，咁樣咁調高把聲嚟講。咁然之後慢慢摸下，一剎那之間就同我結合到，咁我就突然之間揮灑自如啦。我呢就係團體佛你要挑戰嘅其實係你自己嘅 dignity 啊，你自己點樣去面對你自己啊，係要過嘅嗰個關口，唔係淨係話表演技術或者係戲劇知識嘅一個關口嚟。踩台超過20年，潘燦良做過主角同配角，接受過掌聲同批評。又踩過界，擔當導演同編劇，試過一切甜酸苦辣之後，就會發現舞台嘅精彩，原來係喺傳統，喺源頭。你好多時見到嘅呢種傳統戲劇，就係睇嗰個演員嘅啫，喺嗰個表演形式上高咧，簡單到冇任何多餘嘅旁枝嘅，全部都係精煉嘅能劇。佢咁樣去轉一個頭，其實內裏係已經經歷咗好澎湃嘅一種情感嘅表達。去到呢個階段要睇嘅就係睇呢種可以回味嘅一種情感，一種表演造詣咯，而唔係突然間會咁氹你笑一下，唔係嗰樣嘢。如果更早認識到，更早能夠去開始識得去欣賞，我覺得更好啦。你係咪好中意鬥木嘅咧？我自細就好中意做一啲手工藝嘅嘢。有張床，我決定唔要啦。咁我剩翻嗰啲木條，我覺得好嘥喎，不如將佢做兩張台啦。我就畫好咗圖啊，然後就揼啊、鋸啊咁樣，然後就做咗兩張好似小學生書台咁上下大嘅兩張台咁樣。我個人係好中意落手落腳做㗎，好多嘢都好踏實咁去做一啲嘢。咁我
好滿足嘅。我欣賞嘅嗰啲工藝家或者職人，佢會去諗呢件物件俾人用嘅時候會係點樣。佢哋可能只係做一個花樽，做一個碗，佢哋最終係嗰樣嘢係為人而做嘅。我覺得從嗰個職人啊或者嗰啲工藝家嘅經驗裏邊睇到一種咁樣嘅情懷啊，對人嘅一種關心啊。我係從事戲劇工作，我係做演員。其實我做嘅嘢一樣，可能細個嘅時候你只係關心我自己可以做到啲咩角色啊。而家可能關心嘅呢個戲對於個社會有咩啟示，有咩作用，有啲乜嘢係同佢生命可以分享到嘅嘢。以前由教育、商業到藝術，都係男人玩晒，女人搞藝術，兼可以名留青史，真係唔容易咯。女人聽到結婚進行曲，一係笑，一係喊。作曲家孟德爾遜呢，名中千古。其實佢家姐咧都可以寫到一首好曲嘅。佢家姐啊，都要借佢細佬個名出版作品啦。19世紀嘅音樂界對女性真係好有偏見。收晒。作曲家舒曼同歐洲鋼琴天后 Clara 結婚之後咧，舒曼就繼續做佢嘅藝術家，成為19世紀重要嘅作曲家。而 Clara 就留喺屋企換尿片、餵奶、湊仔，仲邊度得閒去巡迴演出喎？啊！藝術史裏邊邊個女人條命係最好啊？嗱，計我話就係寫詞嘅李清照，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李清照嘅爸爸竟然肯俾個女讀書，咪玩啊！李清照之後嫁咗俾趙明誠，佢老公會同佢朋友 share 佢老婆嗰啲詩啊詞啊，佢啲朋友讚幾句，佢就開心到死咁樣咧，翻嚟講翻晒俾佢老婆聽。成何體統？呢啲男人啊，簡直係珍禽異獸啊！去邊度揾啊？所以咧，女人背後嘅男人，男人背後嘅女人，都係好重要噶。基本上由細到大，我對手都唔停㗎，咩地方都畫㗎啦。咁就地板啦、梳化底啦，我瞓張床嘅床邊啦，係畫到俾阿媽打㗎咯。咁然之後，小學就會有個我的志願啦。咁我就記得我係揀，我想做一個畫家。跟住阿媽咧就講咗句：做畫家揾唔到飯食㗎噃。我諗音樂同埋畫畫，我諗共通嘅係創作。咁嗰陣時點解會走咗去唱歌，就係因為要夾 band 咯嚇。我平時好中意影個天咯，因為個天其實係好多變化嘅，隔3分鐘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咁除咗天空之外，就係一啲好即時嘅嘢啦。我記得有一張相就係即係落咗幾日雨嘅，咁嗰日就突然間有太陽。咁我就喺屋企見到一個 shadow 打咗我個牆度，咁我就影啊，唔影就冇噶啦。咁你 capture 到嗰個 moment， 咁個人咪好開心，即係我好似擁有咗呢幾秒鐘。因為礙於時間同埋金錢嘅關係咧，咁就揀咗一個比較輕易少少嘅方法，就係一個展覽。即係其實一起手嗰陣，咁我就係諗緊一個英文字嘅，其實 oneness。咁 oneness 就係一個 O 啦，明顯係一個圓形。咁我亦都發現我自己好多畫作或者影嘅相都關圓形字。咁即係何不用呢樣嘢開始咧？咁然之後即係阿小婷又有一個好新嘅概念俾到我，就係漩渦。
我又好中意喎。咁變咗即係呢啲咪 mind to mind，即係你唔使講，原來我都中意嘅。咁就一個 theme 係圓形啦。今日見到呢個係另一個 theme 啦，就係叫 Sky and Light， 就係一啲關於天空啦、關於光嘅嘢咯。藝術我覺得係一個必須要食嘅甜品嚟。你每一日做完你需要做嘅嘢，咁呢啲必食嘅甜品其實係令你嘅人開心啲，即係有一個新嘅動力俾你去準備第二日。阿發，私は救急ジョジョです。咁樣啊？私東野碧沙。東野碧沙，係。新野，唔好再過嚟睇我啦。你一定係睇得太多日劇嘅呢。私は係一個失常嘅人，唔值得噶。阿姐，你冇失常嘅呢？一個失常嘅人又點會話自己係失常嘅呢？東野碧沙，新野，我會祝你高大威猛嘅呢。啊，你嗰度我追乜？東野碧沙，唔好再嚟睇我啦，繼續行你嘅路。我都係。さよなら。なんで ？You've made a change。唔知係咪人類成日睇電視，接受太多輻射而變成一種古怪嘅生物？喺每一種行為背後，我哋總要揾出一種原因。呢啲原因逐漸變成一種普世嘅日常規範，壓抑咗真正嘅我同可能嘅你。其實我哋除咗熄咗個電視之外，仲可以主動啲，離開一啲所謂嘅常規，俾自己嘅靈魂釋放。你今日失常咗未？Make a change。我就好中意肥妹嘅，一見到啲圓咕碌啊、肥嘟嘟啊咁嘅物體咧，我個心就會好快樂嚇。咁但係我又冇乜邪念嘅，即係我唔係啲咩不軌嘅企圖，但係就真係其實好想去攬住你，淨係抱抱啫嚇，叔叔抱抱啫。有一個位要好留意嘅啫，我要睇係咪拱背。即係如果嗰啲肥到拱起個背少少微微啲彎咧，係我覺得係極品嚟嘅，係最可愛嘅一種。即係咁樣肥嘟嘟都揼下咁，哇！真係可愛到爆，我覺得係。你嘅失常可能係源自你唔夠失常。我好中意搓飯咯，咁屋企咧如果食飯嘅時候咧，幾粒飯跌咗落張台度咧，我就要攞嚟搓噶啦。有時咧冇跌飯落張台度咧，我都會喺個碗度咧炒幾粒飯。然之後喺度搓咁樣，因為你搓啲飯嘅時候咧，嗰啲米咧會將住你隻手啊，搓下咧變咗做好乾淨咧，然之後一粒嘢喺個手度揸下咧，嗰種感覺好似 release 咗一種好唔舒服嘅嘢出嚟咁樣。咁所以我一有壓力我就會搓飯嘅。有啲朋友問開話你做緊咩嘢？我就會同佢解釋呢個係一個藝術創作。有時會唔認得人，有時會唔會認得嘢。喂，女啊！即係試過係喺街，譬如嗰笪地方係我爸唔會出現，就算佢喺我前邊，我都唔認得佢咯。好似係 blank 咗嗰陣時，會係好似一陣咦阿爸咁樣咯。當失常變成正常時，正常亦都屬於失常。如果我出去買衫咁先算啦，係咁，然後一地都係鏡噶嘛，係咪？咁然後我就會好忍受唔到，我去試件衫望住塊鏡嘅時候，有人正眼望住塊鏡望到我會即刻掉頭走啊！我喺個鏡頭度睇到自己，同埋塊鏡度睇到自己，嗰個感覺係好怪，我覺得嗰個唔係我嚟嘅。咁而家釘子係一種普通嘢。咁我訂咗幾十年啦。你呢種呢，有機會係屬於戲劇性精神失常啊！閉關過程就係你喺
一個特定嘅空間啦，可能係一個幾尺嘅一個盒仔啦，咁連光暗都有控制埋啦，可能係有一個窿啦，咁你就唔可以同任何人有眼神接觸同埋語言嘅接觸啦。咁閉關嘅首要條件咧，要剩翻一個人，熄咗手機，唔再上網，唔睇所有新聞，冇任何語言空間，仲要坐喺度嚟瞓。城市人冇病嘅話，就冇咁容易離群。的確，以非正常清醒時嘅意識，你會感知到其他生命嘅實相。我有幾樣係同紙有關嘅。第一就係咧，如果收到啲紙係細張嘅，例如等位嗰啲紙咧，我就好中意將角咧接到好尖咁樣樣。越尖咧，我刮落身體度咧，例如手啊、手背咁樣咧，就覺得好似越舒服咁樣樣嘅。仲有一個習慣就係，咁其實我唔係本身一個好中意乾淨嘅人，甚至乎我副眼鏡污糟咗咧，我都唔係好在意嘅啫。但係如果喺我揸嘅車擋風玻璃污糟咗嘅話咧，我就好在意，我一定要將佢抹得好乾淨嘅。誰令我今晚舉止失常？難自禁望君你能見諒。我就好怕長指甲嘅，咁如果超過咗一條邊咧，就要剪㗎啦。咁有一次咧就好趕咁出門口，其實行咗好遠嘅，去到地鐵站就發現咧自己冇剪手指甲，跟住唯有咧就出翻閘啦，翻屋企剪完手指甲，再落翻去。咁同埋咁，如果我見到咧啲男仔呢啲手指甲長咧，就會覺得好恐怖咯。其實就想借個指甲鉗俾佢剪嘅，但係咧有時又唔係好熟，咁又唔好意思啦。有一日咧，突然間我就有一個奇怪嘅念頭，我忽然間好想每次見到有人俾傳單我都攞啦，想試下逼自己唔好拒絕。到而家都試咗差唔多4個月啦，屋企都儲咗咁大沓傳單喺度啦。咁但係咧有一次咧試過喺上環地鐵站口咧，想去攞個傳單嘅時候，我已經攞住咗噶啦，嗰個人竟然搶翻去喎。佢就話：呢啲賣女人衫嘅唔啱你，跟住就搶走咗佢。善哉善哉。我做會計做咗17年，但我做我第8年咧，哇！我已經頂唔順嗰種好枯燥嘅生活。咁我每晚咧就大概5點零鐘放工，然後就去揾一間快餐店飲杯咖啡。你想點啫？唔知啊。就對住塊鏡咧，就同自己講嘢。咁啊，自己一問一答，一問一答，如是者過咗成半個鐘頭。我諗下當時隔離嗰啲顧客咧，都見到我吟沉沉咧，都可能見到我係疏疏地嘅。哦，其實我唔係好失常嘅，不過有人要我睇醫生咯。因為有陣時做到1點咧，喺呢度 studio 咧，咁啊冇火車翻屋企，咁啊可能就要即係搭的士啦。咁但係下搭的士好貴噶嘛。咁啊，工廠啲路好靜啦，咁跟住又要一路行翻出去，就經過啲單車徑，咁啊更加靜，其實好驚。咁咧，但係行完之後咧，又覺得啊，咁冇事啦，今次又遇唔到啲咩事，咁啊覺得又好安樂。咁呢啲感覺咧，就好似上咗癮有陣時，咁就所以成日咁樣行。天氣冷啊，記得着多件衫。冷親啊！睇醫生要打針㗎，好痛㗎！李小明，你又坐咗醫生個位嘅，醫生就到㗎咯喎。哎呀，姑娘對唔住，我習慣咗失常啊。攞翻你架車走啦。好啊。原來彩虹、藍天、蜜蜂、花朵，包括你同埋我都有夢想。依家就等我哋嘅夢想起飛啦！人人可以有夢想，夢想仲可以用音樂嚟表達。呢個跨媒體音樂劇場，除咗有熟悉嘅小提琴、鋼琴同口琴演出，仲加入好多得意古怪嘅樂器，大人同小朋友都睇得開心。夢飛呢一個音樂劇咧，就係以原創音樂為主嘅，又會加埋呢一個影像啦，再加埋一啲舞台嘅佈景啊、設計啦，就同埋現場嘅音樂嘅表演啦，就串成一齊嘅。
夢飛就係揚夢起飛嘅意思。咁其中一個特別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一首歌咧，就叫做《給年青人的信》。每一次我除咗係用咗正式樂器之外，有啲世界各地搜羅啲古靈精怪樂器咧，有自己做嘅樂器啦。咁今次因為好特別就係佢有個 backdrop 係用啲水樽，對於我嚟講就真係可以 show 俾觀眾睇到，咦原來呢啲自製樂器咧水樽都咁好聲嘅。同埋好多喺外國攞翻嚟好得意嘅樂器，譬如今次有個石琴，就真係好似個木琴咁，係用石片做校晒音嘅。咁就係主要係同阿柏如去夾。咁我今次玩咧就有3首歌嘅，分別就係一首叫做《戀物》啦，一首叫《彩虹夢》，同埋一首《給年青人的信》嘅。今次又想藉住呢個音樂，咁就帶出俾啲年青人聽，就要永不言棄啦，勇往直前呢種精神嘅。